如果你講即係成個校園都，我覺得都係好對我嚟講好一個好有感情嘅地方嚟嘅。即係有冇個特別嘅地方咧？可以講得每一個地方都係特別，有唔同嘅地方。就係我就好喜歡將個校園咧，令到佢好似一個好自然嘅地方，即係多花草樹木啊嘅環境。咁所以我每一次譬如返學咧，我都會去整個即係整個校園行下睇下啊，以前種嘅樹啊有幾大啊，以前種嗰啲花仲喺唔喺度啊啲咁嘅情形，即係整個校園我都可以講得係有感情，就唔係話特別某一部分。即係喺我腦海裏邊咧，一間學校嘅成就或者嗰個名氣咧，係可以覺得同舊生係相輔相成嘅，大家係好有密切關係。如果我哋嘅舊生喺社會度有貢獻，有好出色嘅造就喺社會度，咁呢個直接係影響到學校嗰個聲譽。所以我覺得咧，即係譬如舊生會喺呢幾年我所見到咧，似乎真係好活，好多活動，同埋亦都睇到同學校嗰個關係似乎係好密切嘅關係。咁呢個係可以幫到學校，學校亦都係可以幫到舊生嘅。咁呢度我相信咧係一間學校裏邊可以講到咧係一個相當重要嘅支撐嘅一條柱嚟嘅舊生會即係。最大嘅分別就係、是，譬如話人多咗啦，呢、這個一落機就可以感受到人多咗。譬如話最令我能夠即係好直接感覺到，即係好似對即係以前有一啲嘢咧，現在係冇咗，即係損失咗，就係、是、嗰個空氣個污染。以前我覺得咧就係、是、比較上見到藍天嘅時間係多好多，個空氣咧似乎冇咁濁，即係而家就覺得咧係比較濁一啲，同埋譬如話，就算嗰日話出太陽嗰日咧，個太陽都唔係話真係好似以前一樣，真係即係曬得咁光猛啊，或者個天又藍色啊咁，呢個係好顯著嘅分別，即係我睇到即係好懷念以往比較上美麗啲嘅香港，而家就似乎有啲即係差咗啲咁。咁係亦都喺第二方面就見到香港嘅進步就好多，即係呢10幾年嚟講嘅進步非常之多嘅事。即係你睇啲高樓大廈嘅發展就知道，睇啲商鋪嘅發展就睇到，即係喺呢方面嚟講，就一定係比以前好多啦。即係喺呢方面，但係第二方面可能以前就好過而家。呢個絕對唔係困難。如果譬如話有同學經過Toronto， 即係話想同我見下面，呢個係好容易嘅事。第一樣嘢就係如果係我相信舊生會有我個 email address， 就呢個係最方便啦。就亦都有電話，我哋有電話，有手提電話，有屋企嘅電話啫。就間中都有，即係久唔久都有啲聖經台灣嘅舊生經過多倫多咁，知道我喺嗰度打電話同我去飲茶。咁有啲住喺度嗰啲同學有時都會聯絡下我。喂，我都好快樂，即係有機會即係同你今日傾幾句話啦。都係真係好開心啫！真係見到好多同學，即係每一次翻嚟都見到好多畢咗業嘅同學，有啲係以前見過，有啲未見過，就對真係喺社會度有佢哋嘅成就，每一個崗位都有咁嘅人喺度。咁呢個就係可以講得咧，聖經題反。我相信每一位老師
見到或者聽到係最開心嘅事。咁我哋希望我哋每一位同學繼續記得學校嘅校訓啦，篤信多能。咁我哋多能嘅人，聖經台灣我相信好多學生，大部分學生係多能嘅人。咁希望佢喺社會度咧，能夠幫到啲比較冇咁多能嘅人，即係弱勢嘅人。咁呢個我相信就係、如果係能夠做得到咧，就係聖經台灣最成功嘅一邊。但係我啲見到而家都見到好多我哋弱勢群眾度咧，都見到我哋聖經台灣嘅同學喺度做領導嘅工作供出好多方面嘅嘢。